是最新的品种，是还没有正式上市。手里捧着最新品种的兰花，连名字都还没取好，已经有爱好者闻讯而来。第一手就是从我这边出去的，到现在外面我还卖没有超过10盆。改良中南美洲花种繁殖力弱的缺点，胡有成说，兰花培育在台湾早已发展得非常成熟。台湾拥有全世界最多的蝴蝶兰种源，拖鞋兰种类也多，却在市场竞争上得年年求新求变。素心兰的颜色又是白的，又小的，这个虎头兰它是大的，所以两个交在一起，结果产生出来叫黄金小正红。它会香，而且又花朵大。花的架势、植株的美感、花色、花香能不能开得持久，都会影响兰花的身价。兰花育种家不断面临挑战。2个月来了3次台风，所以说网子都吹坏了，还没有整理好。没按规管理要用得调呢。管理不容易，要花点心思，对不对？我用得调呢。不该施那么多肥的时候，你要让它成长快一点就会多施几次肥，后来造成肥害的。曾有过病毒感染，忍痛销毁近1000盆的兰花。种花30年的胡有成看见自己的不足，去农改场取经。因为兰花触动了客家人不服输的本性，也一并补足国中毕业学历不够的遗憾。48岁进了水里工商。我们班上我最年长的都叫阿伯有导游证才有公信力。所以我想考导游，考导游就是有学历的限制，所以不得不再去进修。国中毕业后学修车，后来种兰花，不但开种苗场，还考证照，要结合地方观光。就像他说的，老市场要给新品种，老品种要找新市场。这位客家兰花达人也透过学习不断进化。上课喽！无按过的管理，爱用对的头脑；无按过的管理，爱用对的头脑。谢谢宗仪老师。